網上嘅朋友大家好，呢個人呢，明明就之前報道話佢已經係暴風雪前晚呢，俾人就即係啲社區熱心人士啊、政客啊、警察啊聯合啦，就將佢送咗去，佢本身唔去嘅，就勸咗佢好耐啦。咁啊，將佢送咗去收容所啊。跟住呢，有網友話俾佢聽係10日前噶啦。咦，我今日見到佢喺八大道噃，即係佢睇過我個報道話佢都係已經送咗去溫暖嘅地方啊嘛。咁啊，跟住又唔止十日啦。咁啊，最近早日呢，有人見到佢呢。禮拜日呢，就係紐約最凍嘅，即係2026年最凍嘅一日啦，係咪先？咁啊，之前呢，大家都驚啲流浪漢，即係社區人士啊，即係有熱心啊，即係唔係話社會冇關心佢啦。咁啊，即係有時啲人都會話，點解冇人關注、冇人關心呢啲人？唔係㗎，有時佢哋自己本身都未必係接受嘅。好明顯就係佢轉嘅身又出返嚟啦，佢就唔肯喺入邊住㗎啦。在呢個寒冬之中呢，紐約死亡人數已經係去到17個人以上，懷疑呢好可能係凍死嘅。呢個禮拜日咁鬼凍，睇天氣預告呢，最高溫度呢係最高係16度。我唔知真係奇蹟嚟嘅，我唔知佢哋點撐過呢？因為新聞話呢，如果喺出邊曬唔係凍下呢，30分鐘都會凍傷噶嘛。紐約嘅布魯克林呢，仲有一個好離奇嘅死亡事件啊！有一個81歲嘅老人家瞓咗喺公寓上面嘅屋頂。不過呢個老人家呢，佢以後都唔會感覺到冷暖㗎喇，唔會再有任何悲哀、歡樂嘅感覺啦。佢就咁樣離開咗呢個世界，真係難頂啊！主要你去到八大道，一定聽到呢種聲音，睇到呢個跡象㗎，用耳仔聽清楚啦。有網友再次問起圈圈哥企喺個藥房門口嗰個算係後生啲嘅乞衣仔啦，佢返咗去福州啊。其實我今日應該係繼續剪輯印尼嘅第2日，第1日我已經上傳咗啦，但係呢，真係唔知道點講啦。Anyway， 如果你仲有點樣呢個視頻睇開我片嘅人，記得點讚啊！對我嚟講，未來方向同埋繼續堅持係好難嘅。咁有啲網友可能仲未發現，我呢個頻道係冇任何廣告嘅，冇廣告就唔會有收益。不過呢，我就亦都唔需要追求流量，亦都唔需要再做嗰啲咩吸引注意，即係唔使刻意去做嗰啲引人注意嗰啲，你哋叫咩？標題黨嗰啲咁嘅之類，唔使行呢套啦。紐約個朋友仲記得嘛？疫情期間呢，因為好多餐館呢就限制咗入邊只可以有幾多個人坐喺入邊食，咁令到個餐館生意呢，即係座位少咗，咁生意梗係少咗好多。後來允許佢哋喺門口。總之可以搭個棚架喺戶外嚟經營，啲客人可以坐喺街上開放俾佢哋，記得嘛？咁後期呢，其實就好似係取消咗部分啦，唔係完全消失嘅。不過天寒地凍咁你好似冬天咁樣，你開放俾佢哋擺張台又冇人坐，會唔會好牙頂啊？咁其實我覺得應該取消佢噶，估唔到死然復生哦！紐約市議會應該係議長啊，佢表示市政府將會全面整頓戶外用餐計劃，並考慮允許餐館全年365天在街上設置戶外用餐嘅棚架。
市長呢，曼特尼呢，都喺一個記者會上都表態咗對呢一個戶外用餐全年化嘅支持，覺得唔係太好。另外一個原因，之前睇到好多嗰啲棚架呢係咁壓咗個位，但係呢又冇，起碼有半年冇人坐喺度啦，咁凍，咁你少咗好多車位㗎噃。自從2024年8月起，餐廳呢若要保留戶外嘅設施呢，就需要申請 Dining Out New York C。咁呢個新計劃呢，並在要求每年嘅11月底至到4月1號期間就拆咗個街道嘅棚架嘅，又起又拆，再重新申請，又起又拆啊！咁有啲業主都好不滿啦，因為你搭嗰個棚架都好使錢。我好想知道紐約嘅網友對呢一項計劃真係以後都俾佢哋永久咁俾佢哋喺出邊咁樣佔用出邊，你哋都知啦，唔使講咁白啦。我好想知道支持嘅聲音有幾多個。哇！呢啲收費嘅停車位呢，俾啲雪停住，問翻啲雪收翻錢嚟。咩水果咁巴閉啊？12蚊一粒，請問你哋食過嗎？哇！咁貴嘅嘢，我又未食過，我真係唔敢買。平時飲嗰啲椰水都係青色㗎，呢個好特別啊！愛子是什麼來的？哦，按摩的。做完做2.3 OK 了，可以做200天。傾住咁多先啦，多謝晒各位嘅觀看支持 ，Thank you，bye。